后来花絮好新闻，来看这警察足甘心的。高雄一个妈妈骑奥多麦的时阵，身躯顶飘出几啊张100块的纸票，家己完全拢无去知觉到，正拄好拄着这个林恒分局中正派出所的员警当咧巡逻，看到100块的纸票飘到对向的车道，这个员警捡到400块甲1张的发票，但是这个妈妈已经骑到无看影了。这警方怎就这个社团破文章来找人，搁到这个开发票的加油站来调监视器，顺利找到这个妈妈。这个妈妈有够欢喜哦，讲这个钱哦是要买给囡仔食牛奶粉的钱哦，实在真感谢警察。警铃声一直弹，交通的尖峰时间，员警赶紧调翻头。100、200、300、400，加上1张发票，原来这是拄则一个小姐桥倒摆时无设置钱落去，拢唔知影。追不到了啦，不知道谁丢。没关系，我钱都捡到了，我再拿回去处理。附近无监视器，要安怎找？这个员警真巧，去开发票这间加油站调监视器去比对这个车型特征，同时将这个发票甲钱翕起来，传到地方的民策社团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联络到这个女事主。对，很感谢，因为很少会有警员为了这400块，然后能够追上门的。尽力去调阅监视器，看能不能发现是谁调的钱，然后再发还给对方。摕到这400块的牛奶粉钱，和这个老母是着惊搁欢喜，员警一心，互人真感动。